提多書第1章問候。神的僕人，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，憑着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，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，到了日期，藉着傳揚的功夫把他的道顯明了。這傳揚的責任是按着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了我現在寫信給提多，就是照着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。願因為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。提多在克里特的工作，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設立長老。若有無可指責的人，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，兒女也是信主的，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，就可以設立。監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須無可指責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貪無義之財，樂意接待遠人，好善，莊重，公平，聖潔自持，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，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，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。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束，遂虛空話欺哄人。那奉割禮的更是這樣，這些人的口總要堵住，他們因貪不義之財，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，敗壞人的全家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，克里特人常說謊話，乃是污餿，又饞又懶。這個見證是真的，所以你要嚴嚴地責備他們，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，不聽猶太人荒謬的言語和離棄真道之人的誡命。在潔淨的人，凡物都潔淨；在污穢不信的人，什麼都不潔淨，連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穢了。他們說是認識神，行事卻和他相背，本是可憎惡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。靈修主題：教會的治理與真理的堅持。經文重點：提多書第1章。保羅的身份與使命。保羅自稱為神的僕人，強調真理的重要性，提醒我們每位信徒都被呼召為主服務。提多的勸勉。保羅向提多問候，強調彼此支持的重要性。建立教會。保羅指示提多在克里特建立教會治理，表明組織和領導的重要性。選擇長老的標準，要求長老必須無可指責，堅守真理，提醒我們選擇合適的領袖。警惕異端。保羅警告有異端教師帶來混亂，提醒我們保持警覺，堅持真理。禱告。求主幫助我們在信仰中堅持真理，並建立合適的教會治理。行動。反思自己在教會中的角色，支持教會領袖。研讀聖經，增進對教會治理的了解。願提多書第1章激勵我們忠心於真理，並在教會中建立健康的治理。